山料达人赖老师指导，栽种山料。啊，你若到底别人的你弄生，你就无迄个，无迄个价值。啊，你若家己的，你就叫人弄生。即马弄生无介贵啦。伊迄用迄钻炭的，人迄像咧钻炭石油迄种的钻炭的。伫冰冻哦，冰冻迄弄一口生才有2万块。啊，那足好，好。啊，咱这边我唔知影。阮隔壁吼，拄啊迄个令龙，挺好分享专利。吴业聪先生，吴业聪先生。啊，嘿，伊就是你卖弄生，你若弄生吼，就水源就无法。啊，咱遮吼，遮因为高地伫遐，所以遮袂当弄生。高地伫遐。对啦，好。遮袂使啦，遮袂使，高地就袂使弄生。系啊，遮袂使弄生。啊，所以你若到底家己的，你就爱弄。啊，你就有法度保持。即马水准水有来，咱用水准水，水准若无来，咱就水水来。哦。啊，你这吼山料伊用水的。用水。哦，山料用水。足用水。山料用水。较惊阴。爱保持。爱保持你对，你知影袂？你若进吼，伊下底迄个温度。哦。你若迄个安尼水温无够吼，迄个土皮筋吼，你着打去成长出来。啊，所以你爱保持着土皮拢干。哦。谢谢山料达人赖老师指导，谢谢。